在他们在天上的故事。今天是我们的今天主日，希望愿神以他的祝福每一位谦卑且渴慕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。愿神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眼，敞开我们的耳朵，敞开我们的心，来领受，来享受神你的话语和祝福。让神你希望的种子就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。神你希望的种子要在我们心里发芽，在你里面茁壮，结出美好的果子。我们谢谢你，神。我们要将今天分享信息的张爱玲牧师交在神的手中，求神你赐福保守牧师，有属神的智慧和能力，带出神你美好的信息。谢谢你，神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还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我们用神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，请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会众请坐。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来敬拜、来赞美、来享受神的爱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耶利米团契要带来一出戏剧，它的名字叫做《三棵树》。那这出戏剧呢，是一个关于三棵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神的爱、神的盼望、关于希望的故事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戏剧《三棵树》。有三棵树，它们嬉笑着，玩闹着，一天一天的长高、长大，并且它们兴奋地讨论着他们的愿望和梦想。我希望成为一个藏宝盒，我的身上用精致的手工雕刻，盒中放的是黄金、白银以及各色珍贵的宝石，每个人都要看见我的美丽。我呢？一艘大船，在尊王后，经过伟大的航道，跑到世界各个角落，人都得到安全，经过坚固的船舱。我想要努力长高，成为森林里最大最直的一棵树。人们会看到我在山的最高处，他们抬头仰望我的夕阳，并且思想天堂神，思想我们神的去年会好近好近。我的伟大将是空前绝后，人们会永远记得我。接下来的